最近有個外地朋友問我話，定居珠海有啲咩好處呢？呢個呢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啊！其實定居珠海嘅好處唔少啦，尤其係對追求舒適生活、宜居環境嘅人嚟講呢，珠海算係廣東省最讓人鬆一口氣嘅城市之一啊！下面呢，我就分幾個方面詳細講一講啦。一就係呢個自然環境優越啦，空氣好到讓人上癮啊！咁珠海呢有百島之市呢個稱號，咁海岸線長、海景多、山水環繞，咁綠化嘅城市率呢超過48%，咁空氣質量呢長年都喺全國嘅前列啦。咁早晚散步呢都可以聞到海嘅味道。咁住喺珠海最大嘅幸福感之一呢，就係呼吸都好似喺度度緊假。咁二就係呢個城市節奏慢啦，生活壓力細，相比深圳、廣州嘅快節奏生活，咁珠海呢更加佛系啊！咁好多人話喺珠海生活咗幾年呢，成個人呢都變得平和咗好多啊！三就係呢個交通便利啦，連接港澳，珠海呢靠近香港、澳門啊，係粵港澳大灣區嘅重要節點。咁通過港珠澳大橋、拱北口岸、青茂口岸呢，通關呢極其方便啊！咁好多港澳嘅居民喺珠海定居，每日上班呢都冇問題啊！咁四呢就係教育資源提升明顯啦。咁珠海嘅教育質量呢近年嚟提升得好快啊！比如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啦、暨南大學珠海校區啦、北理珠等高校實力強勁啊！咁中小學呢亦都喺度不斷完善，咁新區新房嘅小區呢，往往自大學校啊！咁對於家庭定居者嚟講呢，係非常之友好噶。五就係呢個樓價相對溫和啦，宜居 CP 值高啊，相比深圳、廣州、香港、珠海嘅樓價呢，真係溫柔咗好多啊！咁同樣嘅預算喺珠海呢，可以買到更大更好嘅豪宅啊！咁屋苑嘅環境更加靚，咁生活品質呢，即刻提升咗唔止一個檔次啊！咁六就係呢個安全感強啦，城市幸福感高，咁珠海嘅治安良好啊，城市乾淨，曾經被評為呢中國最具幸福感嘅城市之一啦。咁好多我哋人嚟咗珠海之後，最大嘅感受就係呢邊呢適合長期生活啊！咁總結一句咧，珠海唔係最熱鬧嘅城市，但絕對係一個好舒服嘅城市啊！咁視頻結束之前，如果你話你有計劃嚟珠海呢邊定居，又唔太熟悉呢個地方，咁我呢邊咧整理咗份珠海各個區域嘅詳細介紹同埋各個區域在售嘅項目表啊！有興趣嘅發3個6，我安排俾你。咁我係珠海江哥啊，一個唔會讓你買錯樓嘅地產佬。